老實實啦，我真係冇諗到。邊個？究竟係邊個？抽到咗香港迪士尼20週年嘅禮袋喎！噠噠 Simon 菠蘿，哦，係我喎！既然係港迪嘅20週年，梗係會有啲唔同啦。聽講今年非常之隆重啊！我哋嚟睇下呢個邀請禮袋入邊有啲咩先。有隻閃閃發亮嘅唐老鴨啊！哇，你睇，好靚啊！呢個邀請函，噔噔噔噔，入邊仲有4張門票喎。在線邀請4位好得意嘅小朋友同我一齊去迪士尼玩，好唔好？到時囡囡又可以見到佢最中意嘅。係仔和安娜。係啊，仲有我嘅巴斯光年同埋胡迪啊！因為到時會有玩具總動員嘅主題花車，最大嘅花車巡遊表演啊！哇！最 colourful 嘅聖寶 party， 哇！仲有最震撼嘅迪士尼星夢光影之旅星空派對啊！聽講28號晚咧係有史以來最大、最豪華、最隆重嘅煙花秀，所以我一定要揾個靚機位一次過睇過癮。今次港迪嘅要求係 colourful 啊，咁我哋全家已經準備好晒啦，盛裝出席啊！6月28號約定你哋啊！我而家手頭上有4張香港迪士尼樂園嘅門飛，喺棚區俾我睇到你最 passion 嘅穿搭，咁就有機會港迪見。